恁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伫逐方面，咱拢来仰望伊，主一定会甲咱引带，咱爱有信心。好来。作诗的人是什么情景下面写这首诗？歌词跟旋律都是同一个人。咱若是正诗会得伊留落写，这个作曲者是德国人，Newmark。伊迄阵是伫30年代伊是德国人，所以那个时候是30年代的大战争，所以伫德国所有的拢真是休困，学校拢没有开学就对，只剩下一所学校，一所大学，所以伊就要去读这间学校。因老爸是裁缝的，就是裁缝师嘛所以家己伫伊的底啊，伊的外套里面绑缝了一些的零钱要给他去路上去读，可是无想到伫路上碰到了强盗。所以，把伊所有的拢抢去，伊的身躯就是个存伫迄个内底，遐个钱甲一本伊的祈祷册，总是无法度互伊去读册，所以伊就无钱嘛，所以就按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慢慢走，可是走了都没有办法找到职业。后来一个牧师甲伊帮助，迄个牧师就甲伊介绍去一个法官的处置家庭教师。他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写下了这一首。以下这首的歌词，马个会底佮写一个圣经节，就是诗篇55篇22节，你就将所有的重担写互主，伊要甲你保守你，伊嘛永远无互异人来拍算所以伫这个情景一个来写。好，咱来唱第一节，准备心来参加这件拜主。你来叫你边来，你若讲我无上帝引带，你大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归那阶段，困苦的日甲你负责。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准备开始，请来伫班先来敬拜。
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求你解透帮阮，互我希望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请咱做伙吟诗来称赞上主。献诗第9首，献诗第9首，万有三甲主旨欢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愿伫天的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搁做伙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阮的避难所，也是咱的溃烂。求你只是甲阮同在，安静阮的心，互阮伫你的面前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求你怜悯阮，阮心灵阮的心常常有骄傲，敢若想着家己。无尊重别人的立场，阮常常用家己的标准去批判人，欠缺主的疼甲包容。求你赦免阮的软弱，洗清阮内心的偏见。求你互阮学习主耶稣谦卑的样式，互阮的喙诚做互解的门，毋是冲突的源头。主啊，我也为着阮所定的社会来祈祷。咱看去新闻中有人因为压力、心灵破碎而放弃家己的性命，这真正是艰苦的事。求啊，主啊，求你怜悯迄无五万的人，求你祝福阮的社会，互人甲人之间有济的体谅，互阮伫充满怨叹的这世间，会当带来你的疼甲真光。主啊，阮共款为着教会兄弟姊妹的需要来交托互你。主啊，你知影咱的软弱，你知影咱的欠缺物件。主啊，你是有智慧的，你是互阮有祝福的。咱真正有足侪物件需要你的带领，互你来医治咱每一个人的心。主啊，阮共款为着教会计划来交托互你。阮感谢你，
因为你领着真侪兄弟姊妹疼疼教会的心，互伊愿意用家己上好的美面幸福奉献互你。主啊，虽然有时阮的计划甲你的因传无相共，但阮相信你看到的是阮甘心乐意的心。求你亲自祝福每一个有献奉献的兄弟姊妹，互阮知影你所看到的是阮对你的疼，大过满足的光阴。求你赐阮正会有的心，互阮存着感恩的心，顺服你的带领。最后，阮将无事今日的信息交托互你，求圣神充满无事，互伊讲出的话带有力量。求你开阮的心肠，互阮听到道理，会当生活中行出你的旨意。以上的祈祷拢是奉靠救主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当先来看课文第33篇，课文第33篇，也就是诗篇739篇。我来读，请兄弟来念。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一举一动，你拢知。这声对真远，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得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犹原开喙。你现在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帛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离厝迄边，我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互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遮杂。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我若要算，比海山较济。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好让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行无歹行为。互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是咱讲读上帝的话，伫圣诗239篇第1节到第6节。我来读。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前远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伫看。我的所行所做，你拢知。上主啊，我犹原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物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愿上帝祝福领受伊的话的人。即时，请主事小组要咱
出来学罗上帝，因为因的是我是曙光。愿一切水的歌声，食做香香的者，来到上帝面前，对着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带咱进道的是本堂的李后成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上帝无限第一讲，将时间交给牧师。兄弟平安。咱伫个安尼即个真充满限制的即个世界，咱每一工拢伫咧经历着各种的迄个限制，有限性、有限性。咱的时间有限，无法度互一工有24点钟。牧师大家拢定定，咱感觉家己的时间无够用，所以有当时就一定会占困的时间所以有当时这个也是牧者那个迄个叫做讲牧者迄个折损率会那么高，也是有这个原因咱的能力嘛有限，所以做一个牧师，搁较袂使甲家己当做一个那超人咱是爱知影咱家己的有限性，所以咱无法度同时出现伫咧两个所在咱伫咧过去几年前，有出现台湾有出现一个叫做宋七力牧师毋是宋七力宋七力伊本身嘛无法度伫咧两个所在来出现。咱的智慧有限，咱无法度预知明天会发生啥物代志。咱的眼光搁较有限，
咱无法度看清真济代志的事实。咱的比较安尼，咱有当时甚至连咱家己内心到底咱家己怎样，咱嘛无了解。但是今仔圣经要搁一摆，互咱来看见，咱所信靠的上帝，伊并毋是一位有限的上帝，伊超越人的限制，伊是一个无限的上帝。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同齐来思考上帝的两个无限。第一个无限是上帝的无所不知，第二个是上帝的无所不能。这毋是不只是干那一个咱讲神学的知识，搁较是要会通来搁一摆来支撑咱人生的迄个真理。因为当人拄着迄个无限的上帝的时阵，咱的有限的人生就会通变成做有五茫。所以咱要透过这两个上帝安尼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咱要搁一摆来明白咱的主。咱头先来看上帝无所不知。伫咱今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伫遐讲起讲耶和华。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伫咧今仔咱所领受这段经文内面，特别咱来注意到，伫咧第20个所在，去讲到讲我迄落安那，讲我坐下，我起来，我坐咧，我起来。这伫咧希伯来文的文学内面，这是一种的对偶法，伊是通过两种两个安尼讲倒摆相反的一个动作来表达一个迄个全部。意思就是讲，咱所有的即个咱的行为对迄个上细细到上细的动作，到迄个上大的迄个咱做任何的决定，上帝伊拢完全知影。以赛亚书第40章内面嘛安尼讲起讲，迄个讲伊伫遐讲起讲，着会记你古早发生的代志。我是上帝，其他无别个。我是上帝，无一个会当甲我比。对起初我就有测终局的事，对古早我就宣告还未发生的代志。我讲我的计划未改变，我爱做的事一定会互伊实现。伫咧约翰一书第3章内面嘛，安尼讲起着讲，咱若受良心责备，因为伊的心比咱的心搁较宽大，伊逐项拢知。马太福音第10章内面，主耶稣嘛安尼讲，伊讲两只赤鸟竟毋是卖一角银嘛，那定，恁的天父若无稳准，连一只都袂跌落去地。恁的，连恁的头毛都拢有算计。这拄好咧，甲咱讲起着一个现象，就是是迄个真理，就是上帝伊的全知，伊的无所不知。这个无所不知有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伊伫咧迄个当下的迄个全知，也就是讲上帝伊知影现在发生的一切代志。第二就是迄个过去的代志，上帝伊完全拢会记咧即个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所以有当时咱伫圣经内面也会看见讲，上帝伊也伫遐甲咱提醒讲过去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咱伫咧即个时阵，咱也会通咱讲见古视今呐。咱会通透过咱的迄个上帝迄款伊的全知，咱会通去了解到迄个规个迄个全貌。个上帝伊有一个迄个未来的迄个全知，上帝伊预知伊迄个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代志。所以伫咧即个所在有一个真会通讲一个真深刻的一个神学问题。如果安尼，上帝伊知影未来，安尼咱要问一件代志是：安尼人敢有迄个自由意识？
咱敢有迄个咱家己的迄个自由的意识？实际上是上帝迄个预知，伊毋是干那预定，乃是基于伊的迄个超越时间的迄种限制，伊超越迄个时间的迄款的本性，就较亲像一个人安尼，伊徛伫咧迄个悬山顶，伊就下通啊，伊伫咧共一个时间，伊会通看见即个道路的头到迄个终点的所在。上帝伊都徛伫咧迄个永恒的迄个角度，所以伊会通安尼同齐看见即个时间的每一个安尼讲时间点。伊的预知，吼，伊的预知无取消人的迄个自由的选择，乃是包含人的自由的选择。所以咱会通看见，亲像咱即摆咱现代即个咱咧使用，咱咧开车，咱会用到即个 GPS 吼。咱伫咧用即个 GPS， 咱知影所有的即个道路迄个咱因为有即摆有即个卫星导航的关系，所以伊会通好替咱来规划迄个最佳的迄个路径。但是 GPS 伊只有知影道路，伊毋知影咱的心境。所以有当时咱的心境今仔日对，我知影即条路照 GPS 安尼行无毋对，但是我今仔日我的心情，我想讲我小挖一个，我嘛是会用甲终点，敢毋是？但是 GPS 伊无法度了解咱的心情，伊敢嘛毋知影咱的需要，甲咱的软弱，所以有当时我知影目标伫咧迄个所在，但是我今仔日我想要来去海边，小我过去海边小可行一个了，才去到我的目的地。但是上帝伊的专知，伊就亲像一个安尼，咱讲迄种无限升级的迄个 GPS， 伊毋若知影咱人生的每一条道路，伊搁较知影咱内心的迄款每一个需要。所以上帝迄款的专知是超过咱的迄个界限。上帝专知嘛，亲像一个老母，伊对迄个囡仔迄款安尼的了解，往往超过囡仔伊对家己的了解。当即个囡仔伊还阁无法度讲话时阵，老母就已经知影即个囡仔到底是腹肚枵咧，是咧忝咧，是伊倒位咧无爽快。敢若小看囡仔一寡动作，做老母的，伊就法度去感觉到即个。囡仔伊的需要，老母安尼，但是老母伊就安尼啊。上帝对咱的了解是比一个迄个主爱的即个母亲对囡仔的了解搁较深刻千万倍。所以过去捌有一个姊妹伊捌分享伊的安尼，伊的丈夫突然间离世。迄款的经历，但是伫咧迄段真黑暗的日子，伊时常咧问上帝讲：为什么？伫咱中间，咱的迄落圣德牧师伊的亲人嘛，伫咱中间。当即件代志发生的时阵，嘛真侪会友一直咧问我即件代志，咱的社青嘛捌。甲我分享这件代志，为什么？其实咱心内有真侪的为什么的，但是因为咱人的迄款有限，直到咱无法度得到迄个真实的答案，只有干那等到当咱转去到上帝遐的时阵，咱才有法度知影。但是这位姊妹伊伫咧到有一个伊读到伫即个耶利米书。29章内面讲起讲，伊讲上帝安尼讲，我确实知，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繁荣，毋是要互恁受灾的，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伫咧圣神的迄个光照内面，即个姊妹伊突然明白，
上帝的迄个知，讲我确实知，毋是迄种冷冰冰的知识，也是讲资讯，乃是伊迄种伊对伊的百姓充满迄个疼的迄个关怀。上帝知影伊的丈夫的时阵到，也知影伊会用承担即款安尼的迄个试炼，搁较知影伫咧即款的过程内面，要怎样去塑造伊、使用伊。后来就伊姊妹后来伫咧3年了，伊开始有法度去安尼做即个丧偶辅导的迄款安尼的事工，帮咱做甲伊共款迄款经历的人。所以咱会通对伫上帝的专题内面会通看见上帝伊所要带来的迄款讲7点的迄款的福分。第一点的福分就是伫咧迄个迷茫的中间有指引，互咱当咱毋知影要怎样来去做决定的时阵，上帝知影什么是对咱是上好的。箴言第3章内面讲起讲，要专心倚靠上帝。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所做，拢着尊重伊，伊会指点你的路。所以咱会真清楚，当咱专心倚靠咱的主的时阵，伊要伫咱安尼毋知要怎样的时阵，来指点咱，引带咱头前的道路。第二，伊伫咧痛苦的中间，互咱有理解。当咱痛苦无法度言语的时阵，上帝伊完全明白咱的感受。所以罗马书第8章内面来讲共款，安尼咱软弱时，圣神嘛有伫甲咱扶持，因为咱毋知影要着安怎祈祷，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来替咱祈求。所以圣神伊完全明白咱的感受，伊嘛知影天父的心意，伊伫咧迄中间来替咱来祈祷。互咱会通伫迄中间，咱转会起，阁有法度安尼伫咧中间去体会到上帝伊伫咧中间悠远甲咱相合伫地。第三，伊伫咧软弱中间有接纳。当咱有当时连咱家己咱讲厌弃啊，咱厌弃我们自己，但是上帝悠远阁听咱。罗马书第5章内面讲起讲，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听咱。咱要是罪人的时阵，基督有听咱来死，所以咱会通透过，就算讲咱软弱，咱原底是不配，但是因为上帝伊听咱，伊为着咱，当咱还阁当罪人的时阵，伊就已经替咱死。但是伊伫咧稳密的中间，伊悠远，还阁继续伫遐咧，甲咱监察咱。咱会通，咱无法度伫上帝面前稳重任何的这代志，因为既然讲叫做是那个叫警戒，警戒也是一种的保护。我毋知咱毋捌安尼有款的经验，就是安尼上帝伫咧咱的生活中，有当时咱可能咱已经行伫咧迄个得罪上帝的边缘。但是上帝伊照着安尼各种的方式，搁甲咱带转来。伫咧主伫咧稳密的中间，伊伫遐监察咱，互咱会通安尼及时伫圣神的内面对咱的迄款的提醒，互咱会通搁及时的回转，互咱会通伫迄中间来受到保护。主悠远伫咱的伫咧孤单的时阵，伊伫遐有陪伴，伊。就算讲无人来甲咱无人插咱，但是上帝伊完全知影咱的处境，伊知影咱的软弱，知影咱的需要，伊就伫咧咱生命内面伫遐来陪伴咱、引带咱。伊悠远安尼带领咱，互咱伫咧祈祷的时阵，咱毋是无把握，乃是伫咧祈祷中有把握。咱无需要来向上帝来解说背景，咱拄到的代志会安尼讲前因后果，因为伊拢知。所以咱伫咧祈祷的内面，咱就算讲咱的祈祷是干那不断伫遐咧吐气，但是上帝知影咱心内所想甲咱的苦痛。第七，
上帝伊的传递，伊互咱伫咧未来有盼望。上帝知影咱的结局，伊的计划也的确要得到成。所以咱会通安尼，搁一摆来去了解到，如果上帝啥物拢知影，安尼咱的人生就不是失控的吼。检在咱无法度知影未来，但是咱知影掌管未来的上帝伊知影。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大的平安，就是咱上帝的专知，伊带来迄款的安心，也就是讲，咱最上大迄个平安，毋是咱知影明仔载，乃是上帝知影明仔载。上帝伊知影咱的未来，所以咱伫咧中间，因为咱有主通靠，所以咱就无任何的惊吓。今仔咱会通看见真侪咱的遮个福音朋友，安尼因伫咧因的性命内面，我伫咧青少年的时阵，捌伫咧我的伫咧团契中间有一个姊妹，伊捌安尼分享。因为伊是伫咧迄个迷信的家庭来参加团契，伊一边伊就伫遐分享着讲因为伊毋知影未来，所以伊去问算命。伫咧真侪遮个无信主的人，因为因伫咧因的人生内面有侪的迄款安尼未知，滴到因心内有侪的不安甲惊吓，滴到因。想要知影讲未来怎样，但是因为咱有上帝，所以咱毋免伫迄中间来伫遐来敲吹，来去问未来要怎样。因为就算讲咱知影，迄个未来嘛毋是真正的未来，因为只有敢若上帝知。因为连主耶稣伊嘛咧讲囝毋知，天使嘛毋知，只有安那爸知。所以，这个自由的有法度去算未来的人，吼，咱讲叫做伊伫迄个中间咱讲叫做来要互人知影伊的未来，结果上无法度，咱讲最可笑的，或是说安尼上拄迄落就是我伫咧我的细汉的时阵。我伫咧我大的迄个附近，遐拄好一个算命先，迄大概差不多是民国60几年迄卡搭吧。有一遍雄去讲一台军车，拄好迄个算命先吼，拄好伫咧因兜门口，伫遐坐咧纳凉。结果无拍算，一台军车就甲伊撞死。伊若有法度算命，伊若无去算到伊家己的命，会要叫军车弄着。只有上帝知影未来。第二，咱要来看的是安尼，上帝无所不能，甲伊的全能。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到21节安尼讲，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在运行的大能力，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其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服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伫咧经文内面去讲起着一个字叫做上帝的，上帝能，上帝会当。伫咧希腊文内面，这个分词吼，伊都咧强调上帝迄个持续不断的迄个能力。咱英文内面的迄个炸药，就是安尼来自于这个的字根，上帝能吼，迄个炸药，迄个 dynamic 吼，迄个当上，但是上帝伊的能力是比炸药搁较强大，毋然安尼。伊的迄个能力是搁较有建设性的，因为炸药是破坏，但是
上帝能力是建设，是要超过咱的所求所想。搁后壁伊讲起讲啊，讲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伫即个所在讲起着迄个大能，甲着迄个运行。伊即个组合，拄咧表明上帝能力毋是迄个外在的迄款强迫，乃是伊伫咧内在迄款安尼迄个感动，甲着迄个规个推动。种上帝能力伫迄个中间，伊安尼是照着上帝心意伫迄中间伫遐咧推动。搁后壁搁继续讲啦，讲充充足足，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伫咧即个所在，这是一个真强烈的一个副词，伊伫遐意思讲极其丰富的。伫迄中间是超过一切，上帝的能力毋那是迄落讲会通满足咱的需要，伊搁较是超越咱的想象。所以上帝伊的迄个能力，伊的大能是超过咱的想象。后壁讲超过咱的所求所想。伫咧中间所求是指着咱的迄个祈祷的内容，所想咧是咱心中的迄款的愿望。所以上帝的能力是超过伫这两个中超越这个两者，也就是讲超过我们的所求跟所想。创世纪内面第17章内面讲起讲亚伯兰，伊就99岁时阵，上帝对伊显现，甲伊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伫我的面前行做就完全。马太福音第19章也安尼讲起讲，这个事人做袂到，但是呢，毋过上帝逐项拢会，这是主耶稣伊所讲的。这是伊伫咧当主耶稣伊伫咧面对着迄个好野的迄个咱讲少年的官当伊即个少年官安尼忧忧愁愁离开的时阵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伊伫遐讲伫人做袂到的，毋过上帝逐项拢会。伫迄中间，迄个逐项拢会，拄好伫遐咧强调。无任何的代志超过上帝能力甲伊的范围。路加福音第1章37节内面嘛安尼讲起讲，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讲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咱若照迄个字面的意思，讲不会无能为力啊。上帝不会无能为力，上帝的话语本身是带着实现的迄个能力，也就是讲上帝伊讲的话，伊讲是就是，按命立就立，所以上帝话语本身是带着迄个实践的能力，伊讲伊就成。所以伫创世纪，上帝讲啥物话，事就成。伊讲天顶要爱有日头，爱有迄个要有月亮，日头管日，月亮来迄个管理伊就伫迄中间讲代志就安尼成。所以咱会看见上帝的话语，伊本身是带着迄个实际的能力。所以咱会通看见一个真理，就是上帝的专令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安尼。上帝伊会通做啥物货？上帝伊会通做啥物货？上帝伊会通做一切伊本性甲伊本性相符的代志。上帝会通做一切迄个逻辑上可能的代志。上帝会通做一切伊愿意做的代志。这是上帝会用做。但是上帝伊袂通做啥物代志？上帝伊无法度伫迄中间来讲白贼。上帝无法度否认伊家己，上帝无法度做迄个逻辑上矛盾的代志，亲像上帝无法度讲，伊讲做一块家己夹袂起来迄个石头，上帝无法度袂通犯罪。安尼，咱会通看见上帝无所不能伊有伊的迄个目的性，伫迄中间，上帝的能力伊是要互上帝的能力
甲着伊的疼，甲公义圣洁会通三一致。佮话上帝的能力是要为着要成就伊的救赎的计划。因为人伫咧创世纪的时阵，人一开始就已经犯罪，所以上帝伊开始伊的所有的能力，拢是要为着要成就伊的计划，伊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咱会通看见上帝伊的迄款安尼的性情，甲着伊的迄个能力伊的迄种无所不能，伊的全能，就较亲像咱若对差不多安尼了解的时阵，咱就会通知影，就较亲像一个真优秀的迄个工程师。咱最近咱台湾才拄好安尼迄个伫咧淡水有一个淡水什么淡水大桥呀，那迄个桥安尼会讲即马诚做世界一个真重要的迄个建筑的迄个指标。一个真优秀的工程师，伊有能力来安尼建造一个摩天大楼，也是亲像做一个安尼世界级的迄款安尼的桥梁。但是伊袂建造一座无基础的大楼，也就是讲，迄个建筑师伊无法度去起一个，亲像咱即马咱要建堂，咱会使起一个礼拜堂是下骹没有华氏基础的吗？咱毋知你有捌去看咱的建筑图无？建筑图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地基，一个建筑师伊无可能干那起一个空壳厝下骹无地基的，因为这违背迄个建筑的迄个原理。同款，上帝迄个无限的迄个能力，伊嘛无法度去做违背伊家己本性的代志。一个就较亲像另外，咱对上帝了解就是亲像一个安尼一个慈爱的父亲，伊有能力通好安尼，互伊的囡仔买任何的玩具，但是伊袂互一个3岁的囡仔去为着这个囡仔买一个真正的手枪来互伊耍吧，因为这对囡仔来讲是有害。上帝全能也是安尼，伊的能力总是甲着伊的疼，甲着伊的智慧相结合。过去有一个细汉囡仔安尼拄着一个罕见疾病，这个医生后来甲伊安尼判断讲，这个囡仔安尼活袂过5岁。但是伊的父母甲着教会安尼真持续来为着即个囡仔来祈祷，相信上帝的大能。后来新约来伫遐得到发生，即个囡仔毋但活落来，后来伊甚至佫成做一个医生，佫专门就是咧治疗伊过去所捌安尼得到的即个罕见疾病的一个医生。更较重要是，即个囡仔安尼破病迄几年，伊的老爸老母安尼嘛伫迄中间学会晓啥物叫做完全的迄个信靠，所以伊的见证真做侪人的迄个激励。上帝全能毋但体现伫咧即个医治的顶面，更较体现伫咧透过苦难来塑造咱信仰的品格。所以咱会通对伫上帝全能，咱会通看见上帝全能要带互咱有8点的迄款的力量。第一点就是伊要带来迄种勇气，会通去互咱面对迄个无可能。牧师伫咧少年的时阵，足无爱人听到讲无可能拄着代志啦，这无可能啦。因为咱伫咧咱讲伫咧即个俗世的即个世界内面，咱用俗世的判断，咱会通真容易去判断讲即件代志会成
也是袂食。尤其咱人生经过数十年了，咱家己有真侪代志，咱会用去判断。但是上帝互咱有迄款咱的勇气，会通去面对迄个无可能。也就是讲，伫咧咱的人生，咱感觉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也正是因为安尼，咱所经验，咱所信的主，伊是迄个将迄个无可能成做可能的主。所以当人伫遐讲到无可能的时阵，咱讲上帝的。罗江福音第18章啊，讲哦，人做袂到的，上帝拢会。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所以咱有安尼迄款安尼确信无？咱有领受到迄款安尼迄个气力无？第二，咱所领受上帝迄个无所不能所带来的是迄个，咱有迄个信心会通赢过咱的环境。迄个环境更较困难，上帝的能力更较大。所以罗马书第8章内面安尼讲起讲安那讲，伫遮的一切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存。所以咱毋是咱靠咱家己来得胜，乃是靠听咱的上帝来得胜到有存。我们已经得胜而有余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所以经文内面讲的是啥？是一切的事，毋是讲啊某几项代志，是所有遮的一切的代志。所以咱免听受到的，是迄种有迄个信心会通赢过咱所面对的环境。所以咱伫咧面对咱的即个特别是拄着困境的时阵，搁较是一种的机会，咱会通，互咱伫迄中间去经验到上帝伊要带领咱去超越咱原底咱家己咱个人的迄个可能性，互咱去超越。成做迄个无可能，互迄个无可能成做可能。第三，要互咱带来迄个愿望超越咱的绝望。当咱伫咧看见当一切看起来咱亲像拢无有希望的时阵，上帝伊会通创造新的可能性。罗马书第4章内面遐讲起讲，亚伯拉罕信主伊，互死人过活，过互无变做有的上帝，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上帝伊怎样，互迄个伫亚伯拉罕当时是已经99岁安尼，咱讲形同朽木枯槁，伊犹原互伊甲着安尼迄落撒拉会通伫遐来生囝。上帝伊也互列撒罗。对死人中过活，超越迄种，互迄个绝望会通成做愿望。第四，伫迄中间，互咱有迄个气力会通赢过咱的软弱。咱的软弱会通是成做上帝迄个迄个上帝伊的能力，要伫咱的软弱内面来去成就的一个机会。哥林多后书内面。第12章讲安那，伊讲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咱伫咧软弱的时阵，咱应该更较感谢主，因为上帝的能力伊超越咱的迄落咱的能力。所以当咱软弱的时阵，咱应该更较来感谢俄罗主。伫迄中间，咱就要看见上帝伊的恩典、伊的能力，要伫咱的生命内面来伫遐来彰显。伊要互迄个看起来亲像无的，要变做有的。互迄个改变变成做迄个不变，看起改变的看似是不变的。因为咱上帝伊要改变迄个人的心呐，迄个改变迄个环境，甚至改变迄个历史的进程。因为像咱头前讲的，上帝既然伊纵观整个的历史，伊敢无得改变历史？因为历史本来就伫咧伊的手，所以伫人来看，迄个历史哪亲像就是安尼，但是当咱
主求的时阵，主伊会统管万有，去改变一切，互迄个原底本底无可能改变的，要变成做可能。因为上帝伊伫迄中间，伊讲啊，伊安尼英文讲，我要赐恁讲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我要赐恁新的心，将新的心放伫恁的内面。所以当上帝的神伫点伫咱内面的时阵，就遐原底本底无可能的，要成做可能。咱要伫遐经验着上帝伊带领咱，毋是咱家己会通，是上帝会通。所以咱就伫遐来经验上帝的大能作为伫咱的生命里面。上帝伊也要带来迄种的供应，超过咱的所求所想。伊迄个腓立比书第4章内面，安尼讲起讲安那，我的上帝会照伊荣耀的丰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毋是一寡需要，是所有的，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第7，伊要互咱安尼要互咱带来迄个保护赢过迄个危险。咱伫咧面对逐样的遮苦痛挑战的时阵，上帝要保护咱脱离一切危险。诗篇第91篇内面安尼讲起讲，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句话也就是撒旦对耶稣的迄个所讲的话。但是上帝主耶稣伊安怎讲？毋通试探咱的主，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但是咧，这是上帝伊互咱的应允，伊要命令伊的使者伫咱所行一切的路顶面来保护咱。所以咱有迄款安尼迄个上帝应允，咱就无任何的惊吓。最后，咱上帝伊的无所不能要带来，互咱安尼迄落伫咧原底本底，咱是有限的，但是伊却欢喜使用咱。伊要互咱，伊要使用咱迄个微细的气力，要来成就伊迄个那讲莫大的能力。哥林多前书第1章内面安尼讲起讲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了要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你兄弟，上帝伊用拣选遐个软弱的人看做安尼小可，来互巧的见效。所以咱搁较爱需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谦卑，毋好伫遐来评判咱家己外劳，因为上帝欢喜使用遐个伫人看做戆的、虚妄的、软弱的，但是上帝伊却要来使用咱。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到，咱会通搁一摆来看见。咱无搁再伫遐来看见咱是遐尔软弱，咱是遐尔无可能。但是因为咱软弱，但是咱却有咱的主，所以咱就伫咧迄中间来安怎？照保罗所讲的，咱就伫遐来安尼，咱讲高举咱的软弱，因为咱知影，当咱软弱的时阵，咱的主就伫咱的内面来刚强壮大。所以，弟兄兄弟，上帝的专能毋是要互咱骄傲，乃是要互咱学晓信靠。因为咱有限，但是安怎上帝无限。咱无法度，但是上帝会通。咱软弱，但是上帝刚强。所以真正的信心，毋是相信咱家己做会到，乃是相信上帝做会到。所以弟兄兄弟，今仔日咱看见上帝迄款安尼的无所不知，上帝的无所不能，这拄仔咧表示，无有一个痛苦，咱的主伊毋知；无有一件代志，咱的主伊袂通做。
所以检测咱即马咱现今的迄个咱拄好伫咧迷茫，也是咱拄好伫咧迄个痛苦，也是咱拄好咧等待，甚至咱拄伫咧迄个软弱的迄个状态。请咱会记哩，上帝伊知影咱，上帝伊嘛要帮助咱，所以呢，咱毋通只有干那将咱所安尼拄着的问题，甲带伫咧咱的，也是讲藏伫咧咱的心里。咱来将咱所拄着的问题来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伊知。伊嘛会通，所以伊要来带领咱，来去跨越咱生命当中的那些的不可能，跟咱的软弱，甲咱所拄着的挑战。所以，咱要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着的，咱会通搁一摆来明白咱的主，伊是迄个无限的主。所以咱后手还佫有几个上帝的无限所以咱要透过今仔日咱所分享着，安尼咱会通搁一摆来好好来想，安尼咱最近咱的生命内面，互咱感觉真焦虑的代志，到底是甚物货？咱是毋是真正相信上帝知影咱的处境？第二，咱是毋是常常只有干那相信咱家己的能力，却无法度真正倚靠上帝的大能力？第三，有哪一些的不可能是咱需要去定心，搁一摆来交托伫咱的主、咱的上帝的面前？上帝专知，甲伊的专能，今仔日要怎样来改变咱的生活的即个态度，甲着咱对主的祈祷，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今仔日所领受着，咱搁一摆来好好来回想，也愿圣神亲自对咱来讲话，互咱会通好好来亲像咱的主。伊既然是迄个无限的主，安尼咱阁有啥物会通好伫遐来忧闷、来惊吓？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何乐你，因为你是迄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主啊，你完全知影阮的性命，你也知影阮的软弱、阮的惊吓，甚至阮的挣扎，甲着阮的目屎。当阮伫咧人的面前无法度被理解的时阵，阮感谢你悠然完全认捌阮，也悠然听阮。主啊，阮也感谢你的全能。当阮感觉家己有限、软弱、无助的时阵，也是安尼真疲乏安尼真忝的时阵。主啊，你悠然掌权，求你帮助阮，无再只有干那看着家己的能力，乃是会通学习，搁一代仰望主你的大能力，互阮伫人袂话的所在，看见你悠然的做工。天父上帝，求你除去阮心中的这忧虑甲不信、无信。互阮会通知影，你既然知影阮的欠缺甲需要，你的确要照着你的旨意带领引带阮。愿阮每一工活伫你的智慧甲你的能力的中间，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互阮拢会晓来信靠你，来跟对你。愿阳光拢归伫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祈祷。阿们。请咱当心仪式来回应上帝。献诗第576首，献诗第576首，你甘愿互上帝引带，请咱起立来用这首。无论社会
用心记忆我的本分，有心过的虽然袂堪比，也有会比真实并存。今仔虽是靠错的人，你都披萨布的温暖。请咱永远徛地，同心用许多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伊本州寄到人来受苦，顶世地死埋葬轮舞。第三日伫山中过活，上天，他做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当先来奉献，主甘心乐意的奉献。咱有第一拜甲毋知影奉献意的人，通毋通奉献？请李恩清执事跟杨志宏长老来实现。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歌。请坐。这是咱读本章的典故，咱用现代汉语本来读。请，我的基督，你拢知，对真你嘛喘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诗篇第239篇第20到第30节。这是咱迎新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今天那个支旗就是圣德长牧师的那个家属都在这边哈。那，请他们起立。请，好。就，请坐。好，迄个，请，迄个。请务实，请。所牧师要来说多谢。
阮的细囝受主接纳，得到咱教会的牧师、中职兄弟姊妹对你阮这边会真大的帮衬、关心、疼惜、甲支持。我袂会当做啥物只有伫遮来对咱来多谢求上帝来纪念咱每一位对阮细囝的疼惜。毋茫伫未来的日子，也共阮为了阮即个家来带倒互阮会通行出即种的苦痛，心肝的艰苦，真紧会通互主伊的生命的功劳，通来留伫阮的心中，通互阮平安来喜乐。所以我今仔日代表阮的家属对咱牧师、中职兄弟姊妹伫遮来多谢愿上帝纪念赐福互咱，谢谢谢谢。那我们这时候来看周报的报告事项5月24号小会的决议事项有以下7点，请大家自行过目。然后5月24号长执会的决议事项有以下3点也请大家有以上4点，也请大家自行过目。第3点，本主日下午3点半，在四郎牧师的家会举行安慰礼拜。那有参加的弟兄姐妹，我们将一起为那个圣德牧师的牧师娘及3位孩子关心来代祷。第4点，6月7号下主日在北区大专施工主日，那会有那个廖慧茹牧师前来请安第5点，6月21号上午10点，在中山国小的小巨蛋有南洋区的培灵礼拜，那请当天礼拜请大家自行前往。再来是肢体消息的部分。6月3号七星中会松年部举行生态灵修一日游，本会有5名松年长辈参加，请为他们关心来代祷。第6点，6月6号下午的2点到4点，在礁溪长老教会七星中会的妇女事工有举办第6次的妇女联谊会，那有想要参加的姐妹就请跟我们的妇女团契会长报告。那第3点，6月9号上午10点，台湾神学院礼拜堂举行王荣信牧师的退休礼拜，那有邀请牧师将前往参加。然后第4点，6月27到28号，有那个全国妇女灵修会，那有想要参加的人也可以请洽妇女团契的会长。那会计跟那个教会施工的各项，那就请各位同工自行过目。牧师有要补充的？兄弟平安。我相信咱应该有伫咧周报内面有看到咱周报的改变因为小会有期待互咱的会友会通搁较知影咱的建堂的搁过来的进度，因为开始咱有真侪会开始会往前走所以真侪代志咱会伫咧建堂的即个进度，伫咧咱周报，咱甲周报内面原底本地的迄个献诗的歌词就无搁再印出来因为咱敢若伫咧 PPT 面顶显现咱的歌词就无搁伫咧周报内底搁来刊出来，咱将即个周报留出版面，来互咱的会友搁较知影怎么教会进度，咱嘛会通为着即个教会建堂的即个进度来做代祷所以互咱的会友会通有搁较了解。以上。即时请咱做伙来吟上言387首，永光归神父上帝。因是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同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大小尾啦。啊，通常一般家里用就是大概就是一尾大概就是2片，出表2片起来，然后大概